伫咧嘉义县沿海养殖的蚵仔，今年5月正刚过通收成，也毋过最近因为蚵仔欠收，都有人伫咧半暝去偷赶别人饲的蚵仔。有渔民是讲，当年拢有即款的情形，伊嘛真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协助来改善即款问题。蚵农处理新鲜的蚵仔，嘉义县沿海为清过了后，都是养殖蚵仔收成的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拢会有贼仔趁半暝去偷看别人养殖的蚵仔。嘉义县渔业科就讲，蚵农之间互相斗注意，会当减少贼仔动手的机会。对，中午过后还是晚上出去的啊，这样子的行为就会比较诡异啦，就比较可疑啦。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渔民这边他们应该是互相守望一下。如果觉得那个行径比较怪异，就可以通报县府还是通报海巡。有蚵农表示，这阵仔西南气流和一寡乌病仔海去，因为欠蚵仔，所以才会有偷看乌病、偷摕蚵仔的状况。因为海域范围大，监视设施嘛无一定有翕到，所以就算是报警嘛无一定抓得到。这段时间拢有听讲会发生这款代志，嘛唔知要安怎办，那是希望相关单位会使重视。如果科农有发现说有这样子一个小小行为还可疑的行径可以及时通报118海巡的服务专线布袋海巡表示，目前也无接到蚵仔偷挂的报案，不过会伫这段时间以无定时、无固定所在的方式来巡查，希望减少相关事件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